大家好啊！今日又係陳皮研究室嘅時間，我想對比一下，究竟點解同一個果園生產、同一個年份嘅陳皮，經過10幾年唔同嘅儲存方法、唔同嘅防曬方法、唔同嘅開皮方法，到最後嘅陳皮會香味同埋顏色，所有嘢都會有啲差別呢？點解會咁得意嘅呢？好，我就開始講解下。嗱，右手邊呢個呢，就係我老爺當年喺2012年嘅時候喺雙水果園親手買返啲柑，自己親手開皮，然後經佢自己喺屋企翻晒，同埋佢製造成佢獨特手法嘅陳皮花球。佢個陳皮花球呢，係當年佢自己首創嘅。當時佢已經喺1982年嗰陣時，佢已經整緊呢個陳皮花球。咁佢分為有3至5塊嘅完整嘅陳皮做出嚟啦，然後佢整出嚟嘅形態係比好似一朵好天然嘅玫瑰，即係好似嗰啲玫瑰啱啱準備就嚟開花啦，仲未開花之前嗰個形態啦，所以做出嚟好天然嘅。另外一個呢，都係同一個果園，係另外一個親戚，當年又係自己開皮、自己曬、自己儲存。嗰個親戚呢，因為已經係好年埋嘅關係呢，佢有啲時間佢係唔得閒拎出嚟翻曬，同埋唔得閒拎出嚟，同埋個儲存方法有啲唔同啦。咁另外我哋會講一下點解呢個陳皮同一個年份，點解個顏色會差啲嘅呢？嗱，呢一個我老爺寫住係大紅皮，而另外一個呢，係根據佢嘅記載呢，係二紅同埋大紅陳皮製出嚟嘅。咁首先二紅同埋大紅陳皮整出嚟嘅顏色呢，會大紅啦，因為佢係個年份個時候係個柑成熟啲嗰陣時整出嚟啦，咁所以個糖分高啲，會純化起嚟咧，會深色啲啦。另外一個原因咧，係因為你整完個陳皮，你頭嗰幾年要經常翻曬啦，然後你後10年以內嘅陳皮，你都要用一個鐵罐俾少少空氣佢入去，咁佢先會可以，同埋啲空氣同埋濕度入到去咧，佢先會可以會純化，會越嚟越深色，同埋個香氣會越好嘅。過咗10年之後咧，你就最好用個蜜蜂罌再好佢，因為佢個純化已經去到一個程度，你就唔使理佢噶啦。咁另外一個問題關鍵嘅信息咧，就係呢個親戚嗰陣時，因為佢年紀老邁啦，咁佢就一路用個蜜蜂罌放住。即係最後嗰幾年，佢係冇乜時間嚟打理啦，咁就用個蜜蜂罌再放咗入去，所以佢個純化程度係慢咗。咁有得補救嘅，你可以拎出嚟曬佢，同埋用翻啲透氣嘅罐啦，咁就嚟令到佢有少少純化。咁另外一個特點咧，你會見到嗱，點解呢塊陳皮會開出嚟？個頂會喺呢個角落頭，而呢一個咧，其實個頂咧就喺做個花個正中間。呢個就係開皮嘅手法嘅關係。咁我老爺一向佢自己手法咧係用3刀法咧，咁你會就見到個陳皮嗰個頂咧就會喺中間。但係如果你係用另外一個傳統嘅手法咧，叫做2刀法。即係2刀就開咗成3片嘅，你就會見到個頂咧，會再去咗個煎篤嗰個位度。咁整出嚟咧都係3片，但係其實嗰個變咗每一塊每三角嘅大細係有少少差別，同埋唔係話咁對稱咯。咁我老爺佢中意自己整成花球嘅，咁就一定要用3刀，令到每一塊每一片都會好平衡，咁就整出嚟個花球先會靚咯。咁嗱，你可以睇清楚呢個顏色嘅分別，呢個係比較深色嘅，呢個係比較淺色嘅。
但係呢個唔係唔好，呢個都好好，呢個都好香，亦都係好靚嘅陳皮。只不過佢純化係未夠，呢個純化得好啲，同埋佢個糖分可能高少少，所以個香氣會大啲。其實係同一個果園，同一個產地都係香水，但係所以你要發覺，好多時你出邊買陳皮嘅時候，好多時話新會陳皮，佢連產地都唔話俾你聽，即係咁依又話10年皮、8年皮，究竟邊一年呢？其實另外亦都有分二紅皮、大紅皮、青皮。即係咩冬厚皮？冬厚皮其實應該就係大紅皮啦，即係好甜好甜。另外一個方面咧，就係有分叫做原枝、圈枝、薄枝，另外一啲咁高深嘅學問啦，我就遲啲再解釋下。但係基本上普通人係冇辦法分辨到喎，可以講。你如果唔係呢兩陳皮，你唔係一齊兩個互相咁樣喺側邊咁樣side by side咁樣 compare，你根本就就咁一睇一聞，你唔覺得有分別。但係呢一隻陳皮其實都好香，亦都好好味。只不過呢個係純化得好好，同埋每一塊皮都係好完整。係今日講解到咁多先啦。記得 follow 同 like 我個 Facebook page 啦，拜拜。